底，有哦，什么？哦，真好，来，等伊讲，这边讲魔术魔术什么？红瓜的感觉。你直接翻是不？魔术什么？魔术，等伊讲完。哎，魔术七头兵啊！哎，魔术七头命啊！哎呦，你看这是一个，真正是一个七头命啊嘿是！魔术七头命啊！好，来，老师，魔术七头命啊，对不对？袂使。啊，太多，范围太大东了。东老师有你机会啊！魔术针啊，魔术针啊！哎，魔术针啊！针啊！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，魔术针啊，对不对？我感觉伊这个就有创意呢。袂歹哦。好，真正咱台语就是迄大家会当去发明这个物件，吼，尤其这是新的物件，啊，所以你讲针啊，其实是一角一角，吼，安尼规地，咱感觉会当接受，吼，啊，阮要爱的答案是迄个魔术角啊，嘎我先一角，较细角。嘿。